讲道题目：何等有福的性命，何等有福的性命，请曾牧师。咱同心祈祷，充满祝福、恩典满满的上帝，愿伫这个母亲节做伙组织伫礼拜堂的内底。我们因为你所享受阮的妈妈，阮献上阮的感恩。我们要因为上帝你的恩典，我们伫你的面前恳求上帝你祝福今仔日每一个伫阮中间的姊妹，无论已经怀孕生囝的妈妈，或者也未结婚的少年查某囡仔，愿玛利亚的恩典会通临到伫因的人生。至圣的天父上帝愿你甲阮三甲之地，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感恩阮的士大人，也感恩天顶的上帝。上时嘛，伸出阮的双手来求调上帝你祝福的手。愿天父上帝互阮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阮会当甲主你三甲结连，互阮真侪有福气的人。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，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伫圣经中间讲到玛利亚，伊有一个足特别的生命的记号，就是伊是一个世间中间特别有福气的人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姊妹，特别是做妈妈的，愿恁会当亲像玛利亚，因为伊的囡仔，伊的一生充满骄傲，毋是歹的骄傲，毋是真正人的心性的骄傲，是一种的感谢上帝讲，上帝你将一个遮尔水的生命放伫我的人生。后来母以子为贵，母以子为贵，对做老母的人，后来因为伊的囡仔，伊的一生所生命发出的水，所以这个老母一生感觉满足。愿上帝大大祝福咱在座的妈妈，恁的囡仔真做恁的心肝宝贝，嘛真做恁的骄傲。无一个人例外，嘛祝福咱教会内底所有将来大汉了后要建立美满的家庭的查某囡仔，愿恁亲像玛利亚用敬虔清洁的心来听候上帝为恁所备办的将来。圣经讲到玛利亚特别的讲起的，就是伊敬畏上帝的心。我心尊主最大，我的心神用上帝做我生命喜乐。拄则亚里的分享讲，伊是一个福气的人。阿门。会晓感恩是上水，也愿天父上帝互咱的生命会通大大得到祝福。亚里的妈妈欢迎你来，今仔日来做礼拜，也愿上帝祝福你，互你的人生会通得到上帝的祝福。伫圣经中间咧讲到玛利亚这段，伫路加福音第1章中间，伊讲到两种的祝福。一种的祝福就是伊丽莎白，就是玛利亚伊甲伊丽莎白是亲情。共迄个时阵，伊丽莎白怀孕就是惊死的约翰，玛利亚也未怀孕，伊拄要怀孕的这个坎站，因两个相拄。玛利亚是伊的晚辈，所以就去甲伊丽莎白请安，因为伊知影伊的亲情伫年老的中间才生一个囡仔。伊入去甲这个亲情祝福的时，伊丽莎白的腹肚内底这个婴仔嘛是分别做成的婴仔，所以当玛利亚入去的时阵，这个红婴仔伫咧所来就直直丢跳胎动。所以玛利亚有一个感动，伊讲啊，玛利亚你实在是一个有福气的人。所以玛利亚讲一句话讲，伫正负人的中间，你是特别得到福气，因为你的怀孕得到上帝的祝福。这个祝福咧讲起，这个字叫做 eulogos。这个祝福的字的原本的意思就是，因为上帝应允来得到幸福。牧师再解说一遍，因为今仔日这段圣经中有两种的祝福，一种的祝福就是因为上帝的话来得到祝福 ，eulogos。所以伊丽莎白甲伊讲，因为主所讲的，伊的确要应验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姊妹。
伫恁一生中间每一摆祈祷，伫恁脚步的中间对上帝祈祷的时，愿天父上帝施恩祝福，互恁伸出应允的手，伫上帝面前承受玛利亚的祝福。第二，伫种圣经的中间，玛利亚伊敬畏上帝的心，所以有发出伊的祈祷。伊嘛有安尼学到上帝讲，迄个有权能的上帝，迄个有权能的上帝，伊要为着我的生命成就大事。玛利亚讲：“迄个有权能的我的上帝，伊要为着我的生命成就大事。”牧师用这段圣经为着所有在座的姊妹祈祷，愿天父上帝伫你的人生中间成就美妙的事，互你的生命因为上帝的计划，你的人生充满灿烂，充满荣耀，跟充满上帝的祝福。这个权能的这个字，英语叫做 possible。足趣味的一个字，权能者就是讲，伊互无可能变作可能，伊有会当翻做 Almighty， 就是大权能有能力。所以权能的上帝，伫咱的人生的中间，要互无可能变作可能。这个上帝要互咱的生命充满上帝荣耀甲尊贵。咱甲咱的身边互相祝福，好无？你甲你身边讲，愿权能的上帝为你成就美妙的画面。若无人甲你讲，你甲家己讲。你活过了，无人你甲你家己讲。愿权能的上帝为我成就生命的大事。人民人的上帝要人民敬畏伊的人到代代无尽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互每一个妈妈拢充满满的幸福的祝福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地地，咱划咱的手讲，我何等有福气，因为我有主耶稣。我何等有福气，因为我有主耶稣。每一摆咱若看到受祝福的人，咱都爱讲阿们。咱来讲上帝伊有，我嘛要爱有。玛利亚有，我嘛要爱有。愿天父上帝伫咱今仔日下礼拜的中间，首先祝福在座每一个妈妈，伫恁的看路，伫恁的辛苦，伫恁一生为着囡仔的代祷，愿咱的主耶稣将伊的权能放伫咱的人生，到代代无尽。伫今仔日圣经中间咧讲起两项，玛利亚是一个蒙大恩、蒙大福。什么叫做蒙大恩？圣经讲，伊是一个大有恩典的人。这个字原文讲有恩赐。蒙大恩的意思是讲，上帝将伊人生中间所有需要一切的能力、恩赐，拢要加添一个玛利亚的心中。兄弟姊妹，玛利亚不是干那生耶稣就结束啊？不是。玛利亚伫2000年来的教会中间，伊是一个足特别的女婢、女基督徒。上帝中央的一个真尊贵的妈妈，因为2000年来的教会拢称玛利亚做妈妈。咱较无爱用这个字，咱唔通误会。咱讲天主教是安咧拜玛利亚，叫玛利亚叫做圣母玛利亚。兄弟姊妹唔通误会，天主教唔是拜玛利亚，天主教是尊敬耶稣的妈妈，亲像家己的妈妈。其实不是天主教，是咱拢同款。只不过这个是因为宗教改革历史的缘故，咱离开甲这个天主教离开了后，咱加做另外一种的礼拜方式的教会。但兄弟姊妹，真做正教会的妈妈，是一个何等的荣耀的代志。愿天父上帝互咱知影，怎样真做你的家庭的妈妈。你问耶稣讲，我要怎样真一个好的妈妈？无人出世就要做爸母，对吧？咱拢愿啊做爸母，才愿啊学习。但咱小可知影讲要安怎做爸爸妈妈的时阵，咱的囡仔拢已经大汉啊。因嘛食真侪苦，咱嘛食真侪苦。但是不要紧，咱若尽心，咱的上帝
就会伫咱的缺点，伫咱的无够嘅顶悬，因为伊怜悯咱，伊就怜悯敬畏伊的人，到代代无尽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用祈祷的心来读玛利亚的祈祷。伊是一个领受上帝恩赐的妇人人，伊是一个领受上帝祝福的妇人人。这个大祝福，这个字拄啊甲八福迄个字同款 ，Makarios。你若读到八福的字，这个八福这个字真要紧，伫圣经中间，伊的地位亲像阿加佩，这个神圣的爱。这个 Makarios 这个字，就是唯有天上来的真正的福气。Makarios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对天顶来，是人间不配有，对人伫这个世间未堪得，伫这个世间嘛无的，是一个无欠缺的稳定，无多少忧愁的幸福。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听到玛利亚这种的祝福的事，咱相信伫今仔阴暗，咱嘛花手甲咱的上帝祷告，主伫这个空虚未满足的心，求我的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，伫今仔日将Makarios玛利亚这种的福气，嘛赏赐互我的家族。愿主听咱众人共同的祈祷，伫伊的面前，亲像今仔日的马纳基。上帝家己讲话，上帝讲万国万族万民要称恁做福气。就像台湾话有一句俗语讲：“你真正是天公仔囝。”愿咱的厝边咱的亲人，有一日对心中感慨讲：“我这个亲情，伊是阮亲情中间特别受祝福的，万国万族掠咱最有福气的。”因为咱的上帝就是施恩怜悯的上帝，伊要互咱所徛起的地，才对通欢喜的地。亚利因甲基正一世人的辛苦，我想因也未困真正拢喙笑目笑啊，倒伫迄个新厝。哦，你看今仔这个见证嘛，讲连安那，连咧灌浆，哦，上帝就备办甘霖落雨水。愿天父上帝甲咱在座每一个人，拢无人例外。伫咱的需要，上帝做恁及时的祝福甲帮助，互恁身躯健康，互恁心情快乐，互恁的灵魂充满上帝圣神的大能力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对玛利亚的祈祷来学习咱的祈祷。愿玛利亚诚做正教会的妈妈。愿咱在座的妈妈，诚做恁的家族的妈妈，到代代无尽。愿恁的家族因为信对你开始，恁的家族哪来哪充满上帝的圣洁、上帝丰盛的恩惠，到永永远远。也愿上帝互你会当亲像玛利亚同款，伊用伊的心肝耶稣，做一生最大的感恩。伊讲：上帝，我虽然遮尔卑微，但是何等的荣耀！你通过我来建立你的教会。上帝，我何等的卑微，但是你通过我的生命，你开始教会的开始。愿天父上帝，互咱将来咱享受咱的囡仔伫咱成长的过程。在座兄弟姊妹，我要邀请咱做伙来到玛利亚的面前，咱自行看耶稣。那么自行看玛利亚，伫玛利亚的个性，伫玛利亚的态度，有甚物值得咱做基督徒思考反省的所在？我的心尊主最大，我的灵，就是我的灵魂，要因为这个上帝活伫我的内底来欢喜幸福。兄弟姊妹，想这句话。这种的态度是所有一切信仰的开始。圣经有讲到真侪，你通做这，你唔通做这。其实上要紧的起头，就是伫我的心内，我的心内有敬畏上帝。其实你也未读到这段圣经的中间，上帝的圣神就已经开始伫你的心内，对你的良心讲话。像如顶礼拜咱咧讲起，伫我内面有一个心。
我的天父上帝常常对我讲话，这就是人上帝所享受以圣性讲话的所在。所以愿咱也用安尼做祈祷讲：主我愿意，主我愿意一生顺利最大。愿天父上帝因为咱敬畏伊，将伊极大丰盛的恩赐、招庇的幸福放伫咱的中间，互咱成做一个敬畏上帝的人。玛利亚伊的态度最特别的所在，就是因为伊敬畏至圣的上帝，伊信靠迄个大权能的人。拄则牧师甲恁解说即个权能，7个字，伊的原文就是互无可能变做可能，就是有大有各种的能力、权柄的上帝。愿咱认捌伊，愿咱倚靠伊，愿咱敬畏伊。兄弟姊妹，这个敬畏的心，就是一个新的开始，因为咱的生命要经历上帝的计划。玛利亚伫这个所在讲一句足要紧的话，这个大权能的上帝要伫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来成就美妙的计划。兄弟姊妹，咱来到这个世间，每一个人唔通看轻家己。刚才你感觉我是一个真平凡的人，但是拄则素教老师讲，伊忘记上帝通过人，甲伊挂一个白色的手镯啊！咱嘛通忘记，上帝通过主耶稣，将一领生命的白衫穿伫咱的身上。大权能的上帝对今仔日开始，要改变咱的生命。第50节的迄个50节的经文安尼写，伊讲以怜悯敬畏伊的人到代代，以怜悯敬畏伊的人到代代，就是创造活命的上帝，享受活命的上帝。伊要因为怜悯咱的卑微的家族，疼咱到万世代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地地。所以第一个，牧师要邀请做每一个做妈妈的，伫今仔日咱庆祝母亲节时，请会记得，今仔日毋是一个活动，今仔日是一个承受祝福的开始，新的开始。愿天父上帝特别祝福你的生命中间有一份足尊贵的。见那对你的目肚所怀孕的囡仔，无一个跋倒，无一个失志，无一个离开上帝。愿天父上帝互你拥有你的囡仔，用你的主讲，用你的祈祷，互你的囡仔成做一个敬畏上帝的囡仔。这句话叫奔腾不止的家族信仰长河。奔腾不止的家族信仰长河，伊意思是讲，一个家族的信仰到代代无尽。这篇文章就是高俊明牧师的查某囝，以纪念伊的阿祖信主的过程。伊伫马家国医师的纪念的感恩礼拜前，伊写这篇文章。伊讲感谢上帝，互马家国医师来到台湾，我的阿祖才会当信主。后来，阮做囝儿孙、干仔孙，阮到代代，阮的家族何等有福气！愿天父上帝祝福恁的福气，大大赢过压力。毋是比赛啦，吼！一间厝还阁无够额，我毋是讲咱来贪心爱做一间厝。真正的幸福，毋是干那伫田横厝体，恁同意吗？好好，唇齿相手，等着看吧。愿天父上帝将迄种无带有跨路的稳定，放伫咱的人生的中间。愿天父上帝，咱的家庭对家庭开始。愿天父上帝，咱养育出一个互咱值得骄傲、互上帝值得欢喜的家族。第二，牧师要邀请咱为着咱的生命来祈祷，愿上帝成就咱的家族的生命。昨我去参加一个对事礼拜、感恩礼拜，互我真深真深的感动，就是孙理莲牧师娘、孙雅各牧师娘、孙理莲女士，今年拄是伊120岁的生日。昨伫保利基督教病院举行
伊的一个对书感恩的礼拜。规个礼拜当个内底拢是原住民的遮的兄弟姊妹。对头一代孙立人牧师、孙立人律师，芥菜总会创办人，伫花莲开创一个孤儿院，开创一个学校。对迄个时阵开始，无钱通读册、受教育的原住民的囡仔，就有机会开始受教育。我静静伫礼拜堂的中间，听第一代的牧师，即卖的牧师，第一代受伊照顾遐的囡仔，一直到几啊代的见证。因伫迄个中间咧讲起，孙立人牧师就是因的生命的妈妈，伊怎样伫伊的身边顶悬，白白伫咧稳定，食免钱、住免钱、读册免钱。伊讲伫迄个无可能的中间，遮个人真侪原住民，一个真大祝福的妈妈。我坐伫迄个中间，我有真深的感动。这个妈妈真正是台湾人的妈妈，因为台湾有真侪人因为伊的生命来受改变。伊创办孤儿院，伊创办真侪平民的病院。虽然伊创办的病院今仔日已经无去啊，无亲像马街，无亲像这个中基，无亲像新楼。但是伊当时所创办伫大角落，特别是山头顶悬、山尖的所在，因为上帝通过伊的圣心帮助这个妈妈，伫山头山顶创造真侪免钱的病院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伊传福音去到山顶的时，伊听到真侪原住民的妈妈吐气的祈祷。伊问伊讲：“你生几个囡仔？”伊讲：“我生10个。”伊我过问迄个原住民的妈妈讲：“你生几个？”伊讲：“伊生12个，有的生8个，有的生10个，有的生12个。”后来伊问伊讲：“啊，你即嘛有几个囡仔？”有的讲我剩5个，有的讲我剩1个，有的讲我剩2个。伊的目屎就流落来。伊讲：“我亲目睭，我亲手来埋葬我所生出来的囡仔，即摆只有剩1、2个。”为什么？因为伫山地顶悬无医疗，一个人用伊的生命来为着遮个欠缺的人来建立一个生命的摇篮，伊实在是值得咱尊敬。今仔日真侪基督徒拢咧听候坐享其成的产业，但是有几个基督徒真正是愿意真做一个拼命去努力，互人真做互人的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思考这个台湾人的妈妈，伊真做正人的妈妈，亲像玛利亚。伊甲玛利亚同款，有信靠上帝的信心，伊的信心何等的大！当昨我咧参加这个礼拜的过程顶悬，我问我家己讲，我的信心有偌大？所听的弟姊妹，你敢捌想过这个问题？咱的信心若有偌大，咱的生命成就的事就有偌大。恁同意吗？咱的信心若是一点点啊，但是咱所得到的，就是亲像一块细地的杯啊，咱所承受的稳定就是安尼那定。但是孙立人，伊为什么创办芥菜总会，用芥菜籽来形容伊手所要做的工？伊甲上帝讲：“主啊，我的信心虽然是遮尔细，但是愿你为着我的生命成就大事。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在座，咱做伙成做一个正人的妈妈。孙立人牧师、孙立人律师，毋是干那照顾原住民那点，伊嘛照顾真侪青美人、孤儿、甲麻风病人。伊伫台湾成就真侪社福的工作，其中有一个无法度互爸爸照顾的囡仔，伊的名叫做夏中坚。你捌听过夏中坚牧师这个人的名无？伊是七米的人，伊的爸爸是一个牧师，非常辛苦咧牧会，所以孙立人
女士知影这个牧师的囡仔，因伫偏乡偏乡，无法度受好的教育，所以孙丽莲女士就甲这个牧师讲：用阮我来代替你照顾你的囡仔。所以孙丽莲女士就将这个谢总监因兄弟姊妹带来伊的身边，甲伊照顾。下中间牧师真侪咱台湾一个真要紧超教派福音事工真要紧的推手。所听的姊妹，咱的人生中间无一定你家己生的囡仔，才真侪上帝重用的器具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伊所想事咱的生命中间，咱问咱家己，因为主耶稣讲，你用什么种量予别人，你就对上帝安怎承受。你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别人，上帝就用那个量器量给你。咱的信心，若愿意一点点予人，咱的生命所承受的，就是小的事。咱的听有偌大，咱的心有偌深。所听的姊妹，愿咱做伙为着这间教会祈祷讲，主求你予阮这间教会真侪无围墙的教会，这间教会良器，这间教会良器是一个无限量的良器。我欣赏上帝和芥菜总会孙丽莲迄种的信心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愿你我咱的教会、咱的家庭，咱的行行顺顺讲。我感谢上帝，因为我有一个敬畏上帝的祖先，我的后代子孙称我最有福气的人。所听的姊妹，咱做伙为着咱家己的人生所应该做的代志，伫主的面前敬虔祈祷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，成做一个生命给予的教会，好不好？愿咱的教会成做一个人，既然拿来到咱的中间，咱就甲伊分享。这间教会是一个会当互人的教会，这间教会是一间愿意互人的教会，这间教会是一个信心真实，但是伊重大建立了后，要亲像挂在种，亲像树，鸟仔来休伫伊的所在。所以这个祈祷就亲像咱几礼拜前，咱做伙祈祷中间，咱甲上帝讲，上帝，互我为着你去做一项代志，互我的家族，互我的教会，互我的亲族，拢得到祝福的改变。兄弟姊妹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为上帝来活吗？你愿意亲像玛利亚受祝福吗？你愿意亲像孙丽莲？虽然人足细汉，但是伊做一项，互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感觉见效的代志。伊毋是侮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遐尼侪人，遐尼大，但是孙丽莲女士就亲像喜乐的阿嬷，一个寡妇单独一个人，最大的差别，真侪人要单坐享其成。真少人愿意拼命予人。愿圣神感动恁去思考这个话。孙丽莲是一个愿意予人的人，因为伊亲像耶稣，耶稣是永远不停、不停、不停的予人。所听的姊妹，咱的信心有偌大？愿主开阔咱的心，愿主开阔咱的听。愿主予咱看见伊伫咱生命中间的计划，愿上帝予咱的教会明白伊的心意。这间教会毋是你的，嘛毋是我的，是上帝的。愿咱明白上帝的心意，互这间教会发光，互这间教会有听，互这间教会慷慨，互这间教会开阔的心。求天父上帝开咱的目睭，互咱亲像孙丽莲，亲像喜乐阿嬷，伊看到人的需要的时，伊就产生怜悯的心。愿上帝的圣心，互咱亲像玛利亚，亲像孙丽莲，咱同心来祈祷。
主，阮感谢伫这个欢喜的日，阮搁一摆为着这个生命的水来学乐你。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主，你怜悯帮助阮，互阮的教会成做一个生命给予的教会，互阮的家庭成做一个上帝你的疼充满，佮为着你来活的家庭。阮伫你的面前，特别为着所有在座的妈妈，特别是年长的妈妈来祈祷，求天父上帝互因身躯健康，互因人生中间有满满上帝你的稳定，直到一生的落尾。愿天父上帝祝福阮的教会，是一个会晓感恩、会晓尊敬许多人的教会。也愿你今仔日所讲的话，刻条伫阮的心。互阮的信心哪来到开阔？我咱的感谢祈祷，我给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